宣调，摇花我的石盘，我的技术主啊！愿我嘴中的言语，心内的意念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还得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至圣、至权、至大的主啊！你保守了阮遮的被造的万物，关于因的这个行为，我要恳求你来保护着阮身躯的这个健康。以及身体的这个健全、精神的快乐，阮安分守己，照你的福音来兴起一切合法的时间，伫阮这个路途中，求主你来坚强，互阮家己，互阮的伫五路中来圣化着阮。伫阮的困难中来引带着阮，伫阮的危险的中间来拯救着阮，包括你的恩典充满伫阮一切这个欠缺顶面。今仔日，阮伫这个YouTube网络礼拜中，要继续来尊重主你的圣尊名，也要来继续用着圣洁公义。诚实来服侍你，愿上赞荣耀，拢归你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今仔日，美国虽然是因着疫苗注射的普及化，疫情已经淡薄仔会稳定落来，总是新的病毒 Delta， 搁再加上这个 Plus， 也已经渐渐来传入美国咯。那阮的故乡台湾，是讲疫苗不断来送入去，即阵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施打这个注射疫苗，总是所发生一寡高龄长辈因施打疫苗了后，发生严重的这个后遗症，甚至有死亡的这个个案。或者的长辈，因为通平平安安，因为普及化这个施打疫苗，才会通有效果来阻止这个疫情继续扩大。我嘛要来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，以及这个防疫中心的工作人员，因大家拢真努力的付出。我叫天父上帝来纪念因的疼心，也帮赞政府会当赶紧将这疫苗拍入去2300多万这乡亲不足的这个身躯顶，来减少这个社区的这个高惨的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。因为你伫这个防疫等于是作战，我台湾全国有一个合一的心，做伙来对抗这个病毒。
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。但今日我要一摆来到主你的小宝座前，来谦卑来恭听你的话语，恳求主来洁净我好的水，圣神也来感受我的心思意念，我通得到福气，过这个蒙恩的一日。但阮诚心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歌罗西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第1节，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同齐过活，恁就着求伫天顶的事。基督伫遐坐伫上帝大边。恁着注意天顶的代志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代志，因为恁已经死，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重伫上帝内面。基督是咱的活命，伊显现的时，恁嘛会甲伊做伙显现，来分享伊的荣耀。第5节。所以，恁着毁灭恁伫地上的欲望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恶、歹的私欲、甲贪心。贪心是一种的偶像崇拜，因为这个代志，上帝会对背逆伊的人大受气。恁以前伫这欲望中伫生活的时，行道嘛受这欲望支配。毋过即卖恁着彻底气杀、怨恨、受气、恶毒、诽谤、甲讲垃圾的话，毋通讲白贼、诈骗，因为恁已经放弃过做人。甲行为，成做一个新的人，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，继续得甲这个新的人换新，来互伊会当彻底认捌上帝。这是上帝的话，紧来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。因为日期近啦，阿明。啊，当这条要来学了，就是我。那么这个歌词是安尼描写讲，就是我，迄个人就是我，得到上帝特别的这个拣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成做别人的这个祝福，就是我。迄个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毋茫，拄着艰苦事，我的心悲哀，亲像是场这个迷茫，生命拢无意义，因为无得到安息。总是今仔日全然改变了，面对着新的活命，我也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个人就是我，得到上帝特别的拣选。通认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通接做别人的这祝福。阿免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。
在北京山，因捌主耶稣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。亲像是一场迷茫，生命拢无意义，永有伫暗乡，总是但全然改变，用做新生命真欢喜，就是我。彼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在北京山，因捌主耶稣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在北京山。因捌主耶稣甘愿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。遇着上帝在北京山，因捌主耶稣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在北京山，因捌主耶稣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在北京山。主耶稣甘愿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在北京山。因捌主耶稣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彼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。暗乡，总是但全然改变，用做新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彼
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的白经选，人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的白经选，人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一生拢无望。可是，我心里爱，亲就是亲像平凡，生命拢无意义，挥舞的安详，总是它转眼改变，用最新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的白经选，人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遇着上帝的白经选。人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各位乡亲、时代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7月14。是美国的国庆日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想到过去，我捌看到一个新闻吼，讲伫美国有一州，伫某一年这个美国国庆日，向这个动物园来租一只这个老鹰吼。那么主办单位伊个用意就是要用这个直升机将老鹰给载去空中，再给放互飞出去，通互众人看到这个老鹰飞伫天顶这个美妙的姿势，敢若亲像伫这个运动会顶悬放出这个和平歌，迄款的好看的这个场面吼，真是无拍算吼。这个老鹰呢，伫动物园过了伤久，这个爽快的生活，就变到像一只鸡同款，已经失去这个飞行的这个能力，所以一放出去。敢若像是一盆这个花盆对天顶拨落来，哇，落伫这个地面上，就乌哇该摔死去。那么老鹰本来是一个食肉勇猛的这个禽兽呢，伊飞行力真强，而且反应嘛真紧。这老鹰互人的印象就是刚强、有气力、勇。命往前行，所以伫这个古早时代，无论伫西方的这个贵族，还是伫中国的这个王族，还是这统帅这个将官，拢一来饲即款的有气力这个禽兽。1784年，美国用这个老鹰加做代表美国这个鸟啊类，所以老鹰就代表着美国最主要的这个标志之一。所以，无论是总统的这个印鑑，或者代表国家的这个建筑物，还是总统级的这个奖牌，还是伫这个正式的这个公文的顶悬，拢有一只老鹰的这个记号。这是真不幸，我发觉到，今仔日的这个美国已经失了这个老鹰的精神了。为什么呢？
我来举一个例吼，咱来了解一下。这纽约这个州已经成做全国第6个承认同性婚姻的这个州，也是6个州中间上界大的这个州。所以咱拢知影吼，这个法案若是伫纽约来通过，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这个州，咱来跟对纽约卡来行。然后搁较早呢，这个韦伯斯特这个字典的最新版本，嘛将这个同性婚姻甲加入去这个婚姻 marriage 这个定义的中间。咱知影这个韦伯斯特字典是美国的基本标准的字典。伫过去美国的这个总统奥巴马，伊捌公开的表示过，但美国虽然有真侪这基督徒，总是咧美国并是一个用基督教做国教的这个国家。奥巴马总统嘛捌宣布讲，伫每一年的6月份，是要爱向这个同性恋来表示尊敬的这个月份，用这来肯定这个同性恋因对美国社会这个贡献。但种种这个实例来看，美国这个国家已经是严重世俗化了，缺少了上帝这个律法。上帝捌讲哦，讲你若尊重我，我就看重你。所以咱通料想，不管是伫属灵、伫经济、伫军事各方面，美国带头的这个世代拢已经是过去了。虽讲这个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，不过呢，对于21世纪以后，无搁再是由美国来支配了。美国伫世界这个事务上，为叫做第2级的这个谈判咯，无搁再是老大哥了。但美国已经丧失这个老鹰的这个勇猛、威风甲光彩，伊嘛降低了家己，变做甲其他的鸟类共款呢，甚至亲像火鸡呢。然后真趣味，观赏这个鸟的人，拢会注意到吼，无共款的鸟啊，因唔单单是无共款的这个外貌，连这个叫声嘛无共呢，因嘛有无共款的这个生活习惯。比如讲吼，咱先来讲鸡吼，鸡是一个真手胆的，伊甲下后呢，压伊的迄个舌啊。所以伊飞袂起来，若飞是嘛飞袂远啦。所以咱人相信闽南讲chicken，你闽南 chicken， 伊是一个无胆的人。那么鸡大部分拢是伫伊的这个鸡条内面伫掠虫食，因甲限定伫这个篱笆内面的活动，不就个有放伫这个山坡地，或者行路鸡吼，我拢有啦吼。就是当这个大风来临的时，这个鸡会惊到走倒去鸡条来比起来，甲其他的鸡来客做伙吼。那么第二种啊，就是叫做笑喙鸟。那么笑喙鸟就叫做库卡布拉，库卡布拉真特别的是，伊的叫声拄咧亲像人咧唱共款。所以若一群这库卡布拉真做伙。咱像人咧开 party 共款哦，非常非常的闹热。过来就是来看这个莺歌，莺歌真有学人咧讲话，真爱讲话这个鸟啊，总是伊毋知家己咧讲啥。有一个人吼，伊饲只莺歌吼，所以每一工甲伊讲话，将来有机会要来表演吼，有一工人起来咯，所以伊就赶出这个鸟仔人。要来颠簸一下，要来表演一下，所以就甲这个英哥讲，我会讲话。英哥呢，甲伊看这个无插伊，佮压头来去食伊的这个饲料。啊，这个人感觉伊袂使，佮甲讲第2遍，讲我会唱歌。实在英哥甲看这个，根本无要插伊，继续佮食伊的饲料。这个主人哦，感觉这个无民主哦吼，就大声讲哦，我会飞啊，我要飞啦！这个时阵，这个英国个人开嘴讲，你买来分鸡龟啦，你不要吹牛。哇，大家呢，
即个英国讲者，大家拢他哈大笑吼。最近我嘛伫即几天，我有看到一个新闻，讲伫一间厝内，阿某拢去做工，无人伫咧，总是因的厝边常常听到有囡仔凄惨的哭声，所以因就挡袂牢，就赶紧报警。当这个警察破门入去时，哇！这个囡仔拢笑袂出来，因为刚才看到一只这个英哥伫学囡仔伫啼哭的声啦，毋是真正囡仔伫啼哭。第四种就是这个杜鹃鸟吼，杜鹃鸟。这杜鹃鸟伊毋爱做工，伊真贫惰，甚至伊嘛无爱去做这个鸟仔收，伊专门去找别人的鸟仔收所做的这个鸟仔收呢，将伊的卵甲放伫内底，要叫别人的鸟去甲孵伊的卵，像真无负责任的这个鸟啊。第五种是孔雀。这个公的孔雀，伊真爱展伊的美丽，这个是果，到处乱踅，要迎合家己，到处去引诱这个某的这个孔雀来注意。第六种的，就是这个乌鸦吼，这个乌鸦真欢喜要抢夺人其他的这个鸟的这个食物，伊嘛真欢喜去侵占别人这个鸟的这个地盘。乌鸦是干那会晓顾家己的利益。伊无咧管别人的死亡，乌是种卑鄙、个人怨的鸟啊！所以呢，人拢爱骂人，一句骂人讲：闭上你的乌鸦嘴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，你骂人的吼。第七种的鸟就是这个金丝雀，金丝雀真水，伊的毛真水，总是只有是满足被关伫这个笼仔内底。像这温室的中间这个花蕊吼，刚刚要互人欣赏尔定，伊无啥物其他的功能。那么对这个鸟的特色来看，毋知影你有感觉到，咱美国是不是哪来咱生这个鸟类呢？已经无再是一个老鹰啊。有一摆吼，一个农夫捡着只卵，伊将这个卵甲伊放伫这个鸡巢内面，互这个鸡母去甲伊孵。那后来无偌久吼。就孵出四只鸟仔出来，那么这个鸟就揽伫这个鸡仔囝内，这个鸡仔内底，规日拢鸭头伫地面上伫找虫伫食。所以有一个动物学家，我就来引导，看到这只鸟就甲农讲：这只毋是鸡呢，这只是老鹰呢。农夫无去相信，伊讲：这太透是老鹰呢，明明就是鸡嘛，你来看。伊从来毋捌讲抬头看天，伊敢若鸭头伫地面上伫藏物件伫食尔。所以这个动物学家就将这个鸡给抱到厝尾顶，甲伊弹落去。但这只鸡呢，简单安尼一次天时安尼按两下呀，就摔伫这个涂骹顶悬。过一段时间，动物学家佫一摆将这只鸡甲伊抱去厝尾顶，甲伊拼起落去。所以这个鸡伊的食骨原来是安尼摇两三下，佫夹一个佫搭伫涂骹。因为农夫依然无相信这才是老鹰。算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动物学家来即回将这只鸡的目睭，甲伊转向这个天，向着这个日头。所以当这只鸡目睭看到日头的时阵，伊内面迄个老鹰的心就开始震动起来，所以无偌久，伊就体势飞悬，就一去无搁再倒转来了。伫圣经内面，上帝有甲咱讲，叫咱毋通亲像鸡，也莫亲像乌鸦，像其他的鸟类。圣经甲咱讲，叫咱都爱亲像即个老鹰一样。上帝几若摆爱来学习即个老鹰。那么最熟悉的一个圣经节，就是伫即个以赛亚书第40章的31节，提到讲。独独我可要坏人，特别重新得到快乐，因为亲像鹰鸟体势飞悬，因走也无野，行也无线。什么老鹰有什么特别的所在呢？老鹰是一种了不起的这鸟啊呢。上帝拣选这款的鸟啊，
这个老鹰要来譬如这个基督徒，是要来激励着咱，为咱提升咱的生命力的这个特质，通互咱活出这个精彩，而且荣耀上帝这个画面。所以咱要做来看，这么老鹰有什么款的特质呢？咱做来学习吼。第一项，老鹰头一个特质就是老鹰真忠心，伊真专心、真认真地找求对象。所以当这个老鹰的先生去拄到这个真水的老鹰小姐的时阵，伊必须要接受真侪这考验，才能得到这个老鹰小姐的这个芳心。那么这老鹰小姐伊会去捡一支这个喙去夹一支手机，飞到真悬，忽然间冲落来，将这个喙中的这个手机给配掉。所以老鹰先生必须伫这个手机抱着地面上以前给接起来。连续这个游戏会继续几若摆，那么关度是一摆比一摆搁较低，难度也哪来愈悬。那么老鹰先生若会当每一摆拢接掉这个手机的时，这老鹰小姐才愿意要嫁互伊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因就彼此的立约，白头偕老，直到死为止啊。第二项，这个特质就是老鹰，伊是孤单的。咱真少人看到这老鹰是规群，还是几若只做一飞的，差不多拢毋捌看过。老鹰是袂去成群结党来飞的，咱常常看到是孤单的老鹰伫空中咧飞。那么普通的鸟啊，因为伫起做这个鸟兽伫这个厝，这个树仔顶，要甲这个碰气来做伴，真闹热，总是嘛是充满着这个危险。那么老鹰的这个兽血，也老鹰的兽，拢是起做伫关山断崖壁顶，还是大丛树仔尾顶，其他的动物根本爬袂起的所在。老鹰吼，强调老鹰迄个孤单有原因的哦。如果老鹰若是常常甲鸡共款生活做伙，但过无偌久，也感染着鸡的这个习惯，变甲亲像鸡一样吼。无什么路用。第三个特色就是，老鹰是全世界寿命最长的这个鸟仔类，伫个一生通活到80岁。不过，若要活遮久的这个岁数，当伊伫40岁的时阵，伊必须做一个困难、佮非常关键的这个决定。因为当老鹰活到40岁的时阵呢，伊的骹脚开始老化，伊的骹脚开始老化，那么伊就无法度有效力来掠掉这个细只动物。所以这时阵，因为这个时阵伊的一骨，然后呢毛伤长伤高，就变甲真沉重，所以你飞的时足食力的。这个时阵老鹰有两种的选择。一个就是等死，另外一个是进入这个150日的这个换心的这个过程。如果伊若袂当忍受150天的这个痛苦，这个顶头生，伊就伫40岁就会死去。若是要进入这个150天的换心的过程，伊必须要伫这个关山断崖顶面起做一个真特别的秀。那么老鹰大声就爱用伊的这个尖喙。去剁迄个硬壳壳的这个岩石，剁到这个伊完全落去为止，然后就爱吞忍耐心来听候这个新的这个尖喙，搁再生出来。那么续接落来，伊爱用着新生出来这个尖喙，将原来这个骹脚的指头啊、指甲一支甲挽出来，然后当这个骹指头啊，这个开始佫生出来了后时，指甲佫生出来时，伊佫将家己的身躯顶迄个长佫高的这个膝骨顶的毛，一支一支甲伊撮起来，抹甲规身躯拢光溜溜。那么这个时阵，这个老鹰已经是算是早前这个光彩尊严甲美丽，伊就安静在听这个生命这个换心。这个时阵，伊会徛伫一块石盘顶悬。
伊的面望着这个日头，伊专心注目这个日头，互这个日头照着伊的面，去吸收到这个日头的光甲这个热，所以渐渐伊的真歹看老化就开始离开伊的身躯。然后有一天，新个水的这个门个生出来，就代替这个旧的门。伊的新的尖喙，个尖个顶，伊的新的这个骹脚的这指甲也生出来。伊的目睭通看搁较远，伊的耳孔搁较敏感。这个时候，伊变做一只这个尊贵哇，新的这老鹰。那么这个时阵，老鹰永远会徛伫这个石盘顶，继续注目这个看着日头，专心来听这个风的方向甲速度。当听到一个真特别的风，忽然间吹过来的时阵，这个老鹰一台喊一声，就跳起来，就顺风飞入去真远的这个空中去啊！啊，这个兄弟姊妹，大家透过这个老鹰换这个过程，这不是简单要甲对美国是一个提醒，这嘛是对提醒咱每一个人，伫咱内心有这个老鹰的这个形，咱应该就要脱离地面上这个想法，抬头注目伫这个公义的日头，就是注目伫上帝的身躯顶。那么虽然美国已经渐渐离开上帝，总是老鹰的精神还阁存在伫咱的内面。所以美国的家庭协会 AFA（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） 伊呼吁着全美国的基督徒都要为着美国来祈祷。伫过去德州的州长也我宣告讲，伫每一年8月初6是这个禁食祈祷的日。伊捌邀请着其他的州的州长来到 Houston 参加这个8月初6的这个禁食祈祷会，要为着美国来悔改，为着美国来认罪，呼求上帝怜悯甲恩泉。所以这个活动名叫做 The Response， 伊有一个官方的这个网站，做 www.theresponse.usa.com， 所以咱嘛会通上网来参与吼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美国这个国家虽然已经离开上帝真远了，总是伫这个历代志下卷7章14节，上帝有应允讲：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我的，家己若是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我的面，离开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来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土地。上帝互咱移民来到美国这个富足的国家，绝对毋是偶然的。所以我要引用这个旧约圣经末底改对以斯帖所讲的话，讲咱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，敢毋是为着今仔日的这个机会嘛？难道只有这个王后的位分，敢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机会嘛？所以咱应该来迫切来祈祷，求主搁一摆来使用美国。继续诚做正人得到福音祝福一个管道，咱祈祷主伫这个关键的时刻内面，唤起美国的正教会有这个属灵的觉醒，搁较恳求主，或者美国的教会坚强站起来，诚做美国政府属灵的这个保护者甲领导者。那么，这个就是今仔日咱伫这个美国国庆日上介大的这个愿望，阿免。这条要来吟回应诗歌《Havana Gira》。那么这首诗歌是希伯来文的这个俄罗的诗歌。那么今仔日是美国的国庆日，所以我要用这个犹太人通上帝欢喜快乐日子，拢爱吟的这首诗歌。要来做庆祝，歌词是安尼讲来啊，互咱欢喜快乐，到了这个欢喜的心起来吧！我所亲爱兄弟姊妹，阿免。哈巴，那吉那哈巴。
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웰섬하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웰섬하 우르아힘 우라힘 레삼베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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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벨스마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벨스마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벨스마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벨스마 우라힘 레삼베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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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베스마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하바 나기나 베스마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베스마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하바 내 안내라 베스마 우루아힘 우라힘 레삼베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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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우라힘
这条才咱同心阿头三甲来祈祷。神阿爸，非常的我感谢你。今日的网络礼拜，我对神哦歌罗西书第3章第10到第10节，做来思想少年顶面的代志。所以对今日的这信息中间，我很清楚知影，透过这老鹰换新的这个过程，唔单单是对美国是一个提醒，嘛是咧提醒我每一个人，因为伫阮每一个人的内心中，拢有这个老鹰的形，咱应该在脱离伫地面上迄个想法，咱的额头注目伫公义的日头顶面，就是爱注目伫上帝身上。但今仔日美国这个国家，虽然已经是渐渐紧离开了上帝，总是伫历代志下卷第7章14节，上帝有应讲：
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呼的，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我的面，离开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来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也医治因的土地。那上帝予咱移民来这个美国，这个富裕的国家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咱今仔日要引用这个旧约圣经，目底解对这个以斯帖所讲的话，咱得到这个王华的慰问，这不是为了今仔日的这个机会嘛？所以咱更加爱迫切来祈祷，求主。搁一摆，使用美国继续真做正人得到福音祝福的一个管道。祈祷主伫这个关键的时刻内面，搁一摆唤起美国所有的教会有这个属灵的这个觉醒。我甲恳求主互美国的教会，搁一摆坚强徛起来，真做美国政府属灵的这个保护者以及领导者。这就是今仔日咱在庆祝美国国庆日内面，对美国一个上大这个愿望。台湾当时的祈祷，用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但这条我牧师要甲恁祝祷吼，愿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，最后所祈祷恩典。圣神保守的感动、甲交通、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子的名，阿免。亲爱乡亲时代，咱姊妹，若今日网络礼拜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了，望伫后一回。同一个时间，咱伫空中要过来三甲来见面，愿上帝祝咱大家合家平安，万事亨通。多谢努力，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祈求万百姓做好事，甲因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。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唤你。恁着祈求万百姓做好事，甲因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令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伊，阿罗哈哦伊。我名予伊的名。